我龙庭那个大混中，对，要紧的是，我光山朱家老的本事，让那个拔出来。老太，哎，来，您都来呀，来，到，哎。就可以坐回去。哎，哎呀，那睡觉了，那坐口的。来，老太，哎，个人呢，我不是讲，他当初辰光，我陈耀金来我高茶做强盗，请把毛头我中医喏，要把个终身交给我，请我飞过。他讲我强盗，就是啊，我个强盗好个，就不救命啊，强盗不听啊，请我们两人打到同胞之样咯，这激动巧咯，请我毛了我中医，我毛着我中医啊，两人个中医师，个强盗咯，强盗不也是好强盗？就是。他给了我敲开了满脸个胡须像草草，真是，他不是美女子哎，美女子哎，我摸着我个老太呢，个妹子都学好，样样都好，个地方特别大啊，多好哎，陈耀金可中意哎，他个家人讲我老太不好，请我拼死命那个离婚，我个地方老婆要不得，真是哎。他都学好么哎，我个老太，怎么？我等今天做干么去？做干么去啊？小路通啊！老太，来到中路